並喺福音嘅事情上做一個真正嘅行動者，將我哋嘅時間、精神、恩賜同埋才幹投資喺永恆價值嘅事情上面，以行動、以生命嚟回應主你嘅愛，榮耀你嘅聖名。阿門。本主日嘅引題記載喺列王記上3章5至12節，羅馬書8章26至39節。列王記上3章第5節，在基遍，耶和華夜間在夢中向所羅門顯現，上帝說：你願我賜你什麼，你可以求。所羅門說：你曾向你僕人我父親大衛大施慈愛，因為他用遵信、公義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。你又為他存留大慈愛，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王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樣。現在耶和華我的上帝啊，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，但我是幼小的孩子，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。僕人住在你揀選的百姓中，這百姓之多，多得不可點不可算。所以求你賜僕人善於了解的心，可以判斷你的百姓，辨別是非。不然，誰能判斷你這麼多的百姓呢？所羅門因為求這事，就蒙主喜悅。上帝對他說：你既然求這事，不為自己求壽求富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，只求能明辨，可以聽從。看哪，我會照你的話去做。看哪，我會賜你智慧和明辨的心，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後也沒有興起像你的。羅馬書8章